吓，肥佬冰室冇開啊！咁大埔冰室不斷洗版咯。有一間隱世肉餅店挑大埔機，即刻去先。搵埋我架元朗座騎，大路先拜拜元朗座騎。有冇人知道我去邊啊？冇錯啦，就坑尾村啦。坑尾村除咗有盤菜之外，仲有一間隱世嘅老地方肉餅店啊！侍應係好熱心咁介紹兩樣產品俾我哋，分別係芝士榴蓮肉餅同埋桂花包絲肉餅啊！而家就做一個分餅仔儀式啦，呢塊餅送俾觀眾嘅，呢塊都係送俾觀眾們嘅。芝士榴蓮肉餅係冇驚喜噶，因為識拉絲之外，仲好好食啊！個桂花包絲肉餅好多包絲啊！每一個肉餅飯需要落一個秘製魔法，冇錯啊，就係辣椒油啦。落完啲辣椒油魔法就好食好多啦。而家同大家試一啖先，係辣椒油嘅味道，加上肉餅嘅味道，好好食啊！呢間鋪頭絕對可以打贏大埔冰室㗎。食完之後充滿晒力量，舉嘢都大力咗啲。By the way，肥佬肉餅，我等緊你成為第2個打敗大埔冰室嘅男人。